开始，咱先来关心风台。气象局伫昨暗8点半已经针对巴士海峡发布海上风台警报。即马中度的风台度数热是还阁咧增强。气象局伫拄则8点40，嘛有针对风台的路线影响做出上新的说明。来听气象局伫拄则是安怎讲的？午8点的时候，台风中心大概是距离鹅銮鼻东南方620公里的海面上。我们预计它未来会朝向西北转西北西的方向，接近吕宋岛的北方海面。因此呢，海上警戒区的范围，首先要提醒的是巴士海峡跟东沙岛海面，在这些海面航行作业的船只要严加戒备。那另外呢，我们从云图上也可以看到哦，杜苏芮台风的台风眼相当的清晰可见。它在今天清晨的时候强度又稍微的增强，目前已经来到了中度台风的上限。那它未来在接近吕宋岛北方海面的过程当中，海洋或大气的条件还是有利它稍稍的在增强，所以呢，预估呢也不排除有可能增强为强烈台风。那所以呢，整体来说，它可能会是以中台的上限到强烈台风接近吕宋岛北方的海面。那之后再逐渐通过巴士海峡之后，强度才有机会稍稍的减弱。那至于台风后续的路径的状况呢？我们从路径浅视图来看哦，好，预估今天呢，台风会朝吕宋岛的北方海面接近，明天会逐渐通过巴士海峡南方，那到了27号的时候，再往北北西的方向通过台湾海峡南部，28号进入中国大陆。那以这样的路径显示呢，26到27号这2天还是台风距离我们最近的时候，所以这2天台湾各地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风雨的影响。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，首先影响的是东半部地区，在今天上午的时候，可能会有一些间歇局部性的阵雨。那到了今天下午的时候，东半部这种一阵一阵间歇的阵雨会略微增加。那西半部可能在山区也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。那入夜之后，随着台风外围环流慢慢的在靠近东半部，甚至到明天清晨的时候，东半部这种一阵一阵的雨势会越来越明显，也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。